從聖經真理點亮生命，從心靈故事啟迪人生。靈命日亮，每日與你同心同行。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願我哋此刻安靜落嚟，以平靜安穩嘅心親近我哋嘅上帝。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主題係永恆的喜樂。我哋先聽一聽啟示錄21章1至5節嘅經文啦。第一節，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，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裏從天而降，預備好了，就如新婦裝飾整齊，等候丈夫。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：看啊，上帝的帳幕在人間，他要與人同住，他們要作他的子民。上帝要親自與他們同在，作他們的上帝。上帝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號、疼痛，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。第5節，坐寶座的說：看啊，我將一切都更新了。又說：你要寫上，因這些話是可信的，是真實的。去瑞士旅行係我爸爸一生人嘅夢想。喺佢被診斷出額顳葉失智症之後，我媽媽就決定趁佢仲行動自如嘅時候陪佢去圓夢。旅行翻嚟之後，媽媽同我講，有一日我哋喺鐵力士山上欣賞美景，哇！嗰啲雪花就喺我哋身邊飛舞，我見到你爸爸面上露出心滿意足嘅喜悅。我所見到嘅係佢夢想成真嘅快樂啊！但係過咗冇幾耐，你爸爸卻問我哋而家喺邊度？講到呢一度，我見到媽媽忍唔住喊咗落嚟。縱然當時我爸爸已經忘記咗自己身在瑞士，但係媽媽話呢一趟旅程依然係不枉此行。至少喺某一刻，你爸爸知道自己身在瑞士，而且好開心。上帝向我哋保證，將來有一日，我哋將會擁有永不失去嘅喜樂，因為我哋嘅盼望在於耶穌。我哋可以期待新天新地嘅來臨，我哋將會脫離罪惡同死亡嘅轄制。而將來喺新天新地，上帝將會一切都更新，佢要擦去佢哋一切嘅眼淚，唔再有死亡，亦都唔再有悲哀、哭號、疼痛，因為以前嘅事都已經過去啦。我哋而家所經歷嘅痛苦只係短暫嘅，上帝應許有一日，從前嘅事唔再被紀念，永遠唔再有嗰啲痛苦嘅事情。我知道有一日，當我哋同上帝永遠同在嘅時候，我將會再見到爸爸嗰份心滿意足嘅喜樂，而嗰份喜樂將會永遠唔會消失。各位朋友啊，對於永恆天家嘅期望，點樣使到你更有盼望呢？你期望喺永恆天家見到啲乜嘢啊？啟示錄21章4節，以前的事都過去了。讓我哋一齊禱告主啊！親愛嘅主耶穌，我要稱頌你，因為有一日，
你會將一切都更新。奉主耶穌基督之名祈求，阿門。靈糧透視。喺啟示錄21章1節提到嘅新天新地，將會永遠恢復上帝喺伊甸園中原本嘅設計。聖經記載呢一個新天新地，上帝將會讓佢嘅子民永遠享受佢所賞賜嘅供應同保護。而我哋從整本嘅聖經亦都可以睇到上帝與佢嘅子民同在。例如喺舊約當中提到大洪水、出埃及、進入應許之地、獻殿等等。而喺新約呢，就提到耶穌嘅事工。凡相信耶穌嘅人已經重生，成為新造嘅人。上帝喺伊甸園裏面與人同在，後來主要係喺聖殿裏面與人同在。不過當耶穌基督降生，佢名為以馬內利，意思為上帝與我哋同在。咁之後所有人呢都可以透過耶穌享有上帝嘅同在。上帝嘅靈亦都會住喺所有等候佢再嚟嘅信徒心裏。我哋可以盼望與基督同在嘅未來。到咗嗰一日，我哋將會享受佢嘅同在同喜樂，而且呢一份喜樂呢係永遠唔會消失噶。求聖靈幫助我哋好好活好今天，繼續靠主前行。如果你對今日嘅內容有所共鳴，邀請你可以轉載同其他人分享。另外，好快就嚟到父親節啦，唔知你預備咗禮物送俾爸爸未呢？而我哋就預備咗一本《我以禱告愛爸爸》呢一本小冊子，希望鼓勵你能夠喺禱告中向爸爸表達愛，送上祝福，讓全家喺愛同信仰裏面更加緊密。而我哋亦都會喺6月12日開始，每一日發放每一天為爸爸禱告嘅信息。如果未能攞到實體書嘅弟兄姊妹，約定你，我哋喺12號一齊喺網上為爸爸禱告。願上帝賜福於你。